长辈朋友们，吃南瓜子对身体很好，但千万别犯这8个错误。南瓜子虽然看起来小小一颗，但别被它的体积给骗了，它是大自然中最浓缩的超级食物之一。几个世纪以来，从墨西哥到印度，许多文化都将这种绿色的小种子，有时被称为 papita 视为食物兼药材。它们富含强健骨骼的镁、增强免疫系统的锌、滋养肌肉的植物性蛋白质，以及保护心脏和大脑的健康油脂。但有一个几乎没人提到的真相是，如果吃法不对，南瓜子带来的坏处可能多于好处。像是不浸泡、直接吃、保存方式错误，或是一次吃太多等简单的错误，都可能悄悄破坏您的健康。特别是对于长辈来说，这些错误不仅仅是浪费了营养，还可能引发消化不适，扰乱甲状腺平衡，导致血压飙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与药物产生危险的交互作用。在今天的指南中，我们将揭开大家每天最常犯的8个南瓜子食用误区。您将了解到为什么带壳吃会阻碍营养吸收，为什么浸泡，这个步骤绝对不能省。错误的保存方式，如何让种子变质产生毒素，以及为什么有甲状腺问题。低血压或正在服用抗凝血剂的人必须特别小心。到最后，您将完全掌握如何正确、安全且有效地享用南瓜子，让它真正支持您60岁以后的体力、精力和长寿。所以，请准备好您的笔记本，因为您即将发现的内容可能会完全改变您对这种不起眼种子的看法。让我们开始吧。错误1：连壳一起吃南瓜子。许多人吃南瓜子时想都没想，直接从袋子里拿出来，连壳带肉一起嚼。毕竟外壳看起来无害、酥脆又天然，但事实是，对于长辈来说，那些坚硬的纤维外壳可能弊大于利。南瓜子壳主要由不溶性膳食纤维组成，人体很难分解这种物质。虽然适量的纤维对健康有益，但这种坚硬的粗纤维如果摄取过多，会刺激消化系统，特别是咀嚼能力和胃酸分泌都不如年轻时的银发族。这些外壳不仅无法提供帮助，反而可能导致胀气、腹部绞痛或便秘。在极少数情况下，食用大量未去壳的南瓜子，甚至被证实与需要医疗介入的肠阻塞有关。第二个问题是营养吸收。南瓜子富含镁、锌、铁和蛋白质，这些都是支持骨骼强度、免疫防御和肌肉修复的营养素。但如果连壳一起吃，您的身体吸收这些营养素的效率会大幅降低，因为消化系统正忙着处理那层坚硬的外壳。研究显示，连壳食用时，锌和镁的吸收率可能会下降30%到40%。换句话说，您吃了种子，却错过了它最好的益处。那么您该怎么做呢？请选择在健康食品店常见的绿色无壳南瓜子、去壳南瓜子，它们更容易消化，并且能提供身体所需的完整营养剂量。如果您真的要吃带壳的南瓜子，请务必彻底咀嚼，保持少量，并喝大量的水，以帮助纤维通过消化道。重点很简单，少量的壳并不危险。但对于注重健康的长辈来说，去壳吃绝对是更好的选择。把它想象成在享受礼物前先拆掉包装纸，营养都在种子里。别让坚硬的外壳阻碍了您获得更强健的骨骼、更好的免疫力和更健康的肌肉。错误2：吃南瓜子前没有先浸泡。直接从袋子里抓一把南瓜子，大口咀嚼，确实很诱人。它们口感好、方便，看起来又健康。但这个里隐藏着一个问题：
当您跳过浸泡步骤时，你也错过了解锁其全部营养效力的关键步骤。南瓜子天然含有植酸 phytic acid， 这是一种存在于许多植物性食物中的化合物。虽然少量无害，但植酸会紧紧结核心、铁、钙和镁等矿物质。正是这些营养素让南瓜子成为超级食物。这意味着，如果您生吃未浸泡的南瓜子，大部分的矿物质将未经吸收就排出体外。对于本身就常有缺铁或缺镁问题的长辈来说，这可能会悄悄加剧疲劳、肌肉无力或骨质疏松。还有另一个问题，消化。前造未浸泡的种子对胃来说负担较重，可能导致胀气、排气或不适，因为身体必须更费力地分解它们。而浸泡可以软化种子，使蛋白质更易消化，并减少刺激肠道的化合物。解决方法很简单，将南瓜子放入1碗干净的水中，浸泡6到8小时或过夜，第二天沥潜水分，然后您可以直接食用新鲜的或是低温烘烤，以增强风味，同时不破坏营养。结果就是种子片得更容易咀嚼，更易消化，营养价值也更高。把浸泡想象成唤醒种子，就像您不会在没煮熟的情况下吃甜豆子一样，你也不应该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依赖前造南瓜子来获取营养。这一个步骤就能决定这零食是会引起胀气，还是能为您的身体提供强健骨骼、稳定能量和健康老化所需的矿物质。错误3，忽视市售南瓜子中隐藏的添加物。南瓜子听起来像是最简单、最纯净的零食，但事实上，并非所有南瓜子都是一样的。许多市售包装外表看起来很健康，里面却隐藏着可能悄悄抵消其天然益处的成分。大多数人没意识到的是，市售南瓜子通常是用油烘烤，撒上盐，甚至裹上糖含防腐剂，以延长保存期限。一小把南瓜子所含的钠可能比一包洋芋片还多。这对于已经在控制高血压的长辈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像麦芽糊精或人工香料这一类添加物可能会导致血糖飙升或刺激肠胃。还有那些秘制烘焙或调味过的版本，它们让您的零食充满了隐藏的糖分，这会导致能量崩盘，而不是提供稳定的燃料味。什么？这很重要。纯天然形式的南瓜子能支持心脏健康，平衡血糖并对抗发炎。但一旦加上过量的盐、不健康的油或化学物质，您就把一种疗愈食物变成了增加高血压、体重增加或消化问题风险的食物。解决方法很简单，仔细阅读营养标示，选择标示为生机、无盐铅、无添加的南瓜子。更好的是买原味的回家，用您喜欢的香料低温烘烤，例如用肉桂来平衡血糖，或用姜黄和黑胡椒来增强抗发炎效果。这样一来，您可以控制添加的成分，享受酥脆口感，而没有隐藏的危害。试想一下，南瓜子是天然的超级食物，但错误的加工过程会剥夺其疗愈能力。别让聪明的行销手法让您相信每一包都是健康的。选择纯净简单的产品，您就能获得身体真正需要的矿物质、抗氧化剂和健康脂肪，而没有额外的负担。错误4，吃南瓜子时未考虑甲状腺健康。南瓜子富含锌和硒，这2种矿物质对免疫力、荷尔蒙平衡和整体活力至关重要。但这个里有个陷阱，如果是高剂量摄取，这些营养素可能会悄悄干扰您的甲状腺功能。特别是如果您已经有甲状腺问题的话，您的甲状腺就像身体的恒温器，它调节新陈代谢、能量甚至情绪。为了正常运作，它需要碘、锌和硒之间的微妙平衡。
南瓜子提供了大量的锌和硒，但如果您吃过量，例如每餐后都吃一把，可能会打破这个平衡。过多的锌会阻碍碘的吸收，过多的硒则可能使甲状腺激素失调。对于患有甲状腺功能低下 hypothyroidism 的人来说，这可能会加重疲劳，进一步减缓新陈代谢，甚至干扰药物的有效性。举个真实案例，一位60多岁的林阿姨想吃得更健康，于是把日常零食换成了南瓜子。几周内，她注意到异常的迟钝、掉发和体重增加。她的医生后来证实，她的甲状腺药物效果变差了，因为她体内的矿物质水平发生了变化。解决方案不是禁止吃南瓜子，而是适量与鱼搭配，每周几次，每次1小把，约1盎司或28克，就足以获得益处，而不会让甲状腺负担过重。如果您已经有甲状腺疑虑，请将南瓜子与富含碘的食物，如海带、优格或鸡蛋搭配食用，这样可以全方位支持您的甲状腺。总结来说，南瓜子营养密度高，但多吃未必好。尊重甲状腺所需的平衡，您就能解锁其益处，而无需冒着矿物质过量导致精力耗尽的风险。错误5对低血压族群不安全。南瓜子常被誉为护心食物，因为它们富含镁、钾和抗氧化剂，这些营养素有助于自然降低血压。这对控制高血压的长辈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个里有个隐藏的危险，如果您的血压本来就低，或者您正在服用降血压药物，南瓜子可能会让您的数值降得太低。当血压低于正常值时，血液循环会变弱。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头晕、疲劳、昏厥，甚至发生危险的跌倒。我们见过一些案例，长辈在服用血压药的同时，经常把大量南瓜子当零食吃，结果回报说突然出现头晕目眩的情况。在某些情况下，血压骤降，甚至会减少流向重要器官的血液，对心脏和大脑造成压力。为什么南瓜子在这方面如此强效？其高含量的镁能放松血管壁，改善血流，但同时也会降低压力。将此效果与 ACE 抑制剂或贝塔受体阻断剂等药物结合，就可能造成矫枉过正，血压降至不安全的低点。讲个故事来说明。71岁的淑芬阿姨很爱吃混有南瓜子的综合坚果，她原本就在服用温和的降血压药，几周内，她开始每次站起来都感到头晕。医生发现她的血压降到了危险区域，而过量食用南瓜子是原因之一。一旦她将摄取量减少到每2天1汤匙，症状就消失了。解决方案是适量并监测。如果您有低血压或正在服药，请限制南瓜子的摄取量，每周几次，每次约1汤匙即可。搭配能稳定循环的食物，如瘦肉、蛋白和全谷物，并且如果您正在服药，在将南瓜子加入饮食前，务必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南瓜子可以是心脏的盟友，但对于天生低血压的人来说，谨慎是关键。错误6，服用抗凝血剂时吃南瓜子。南瓜子看起来无害，但在这些微小的果仁内部含有充当天然血液稀释剂的化合物，这通常是件好事，它们有助于保持血液流动顺畅，降低危险血栓的风险。但如果您已经在服用处方抗凝血剂，如华法林 warfarin、阿司匹林 aspirin 或保酸通 clopidogrel， 将它们与南瓜子混合食用可能会有风险。原因在于南瓜子和这些药物的作用都是减缓凝血，两者加在一起可能会使天平过度倾斜，导致出血过多。对于长辈来说，
即使是小伤口、牙科手术或轻微的淤伤，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愈合，甚至更糟的是导致内出血。临床营养期刊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具有天然抗凝血特性的食物被添加到药物治疗方案中时，出血风险会显著上升，有时甚至需要住院治疗。试想一下，您的药物已经在付，则保持血液式当稀释的重任，再加上南瓜籽，您可能会意外地让身体的抗凝血反应加倍。血液过度稀释的迹象包括频繁流鼻血、尿液或粪便带血，容易淤青或小伤口流血不止。以68岁的志明波波为例，他在心脏手术后服用华法林 Warfarin， 他在晚上的点心中加入了一把烤南瓜籽。几周内，他发现牙啃频繁出血，手臂上出现不明原因的淤青。医生追溯问题源头，发现是他的吃南瓜子习惯增强了，药效一旦他将摄取量减少到每周2次，每次仅1茶匙，出血情况就停止了。解决方案：如果您正在接受任何形式的抗凝血治疗，不要完全不吃南瓜子，但要将摄取量限制在极少量，每周几次，每次不超过1茶匙。在将其作为常规饮食的一部分之前，务必咨询您的医师，且在服药期间绝不要大把地吃。南瓜籽可以保护心脏，但当与抗凝血剂结合时，它们会从健康食品变成隐藏的危害。错误7，南瓜籽保存不当。南瓜籽看起来坚硬耐放，但谈到保存，它们其实出乎意料的娇贵。许多人把开封的袋子扔进橱柜就忘了，几周后才发现种子吃起来有陈味、苦味，甚至闻起来怪怪的。问题不仅在于味道，当南瓜籽保存方式错误时，它们会迅速失去强大的营养，甚至变得不安全。这是因为南瓜籽富含健康的油脂和抗氧化剂，但这些油脂非常脆弱，暴露在空气、高温、湿气或光线下会使其氧化并产生油耗味片质。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您不仅会失去维生素 E 和锌等宝贵营养，片质的油脂还会产生增加体内氧化压力的化合物，而这正是南瓜籽原本应该要对抗的东西。在潮湿的环境中，种子还可能滋生霉菌，这对肝脏和免疫系统都是危险的。那么，如何保护这些微小的营养宝库呢？方法简单但有效，务必将南瓜籽存放在密封容器中，远离阳光直射和热源。如果您很快就会吃完，放在阴凉的食品柜是可以的。但若要长期保存，冰箱冷藏或冷冻是您最好的朋友。低温可以保持新鲜度，防止油脂变质，并抑制霉菌生长。妥善保存的话，南瓜籽在冰箱冷藏可保存长达3个月，冷冻甚至更久，且不会失去酥脆口感或营养。还有一个专业提示：永远不要将切好的水果或预先烤好的南瓜籽在室温下放置数小时，暴露时间越长，细菌繁殖越快。如果您想自己烘烤，请等它们完全冷却后，再装入密封玻璃罐中，以锁住新鲜。把这想成南瓜籽，就像装满矿物质和健康脂肪的宝箱。但如果您不防止空气和光线的侵入，宝藏会在您的身体有机会使用它之前就流失了。保护您的种子，它们就会保护您的健康。错误8，吃太多南瓜籽。南瓜籽常被称为超级零食，富含镁、锌、健康、脂肪和植物性蛋白质。但大多数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好东西吃太多也会产生反效果。仅仅一杯南瓜籽就含有近560大卡的热量和49克的脂肪。如果您在看电视时无意识地一直吃，或者在每餐中都大量撒上南瓜籽，
这些热量会累积得很快，特别是对长辈而言，这会悄悄破坏体重管理。随着年龄增长，新陈代谢自然减慢，身体燃烧多余热量的效率不如以往。这意味着大量食用南瓜子可能迅速导致不必要的体重增加、腹部脂肪堆积，并增加关节和心血管系统的负担。而且不仅仅是热量问题，摄取过多的脂肪，即使是健康的脂肪，也会影响消化，在敏感的胃中引发胀气、胃胀或腹泻。如果大量食用，脂肪会减，缓胃排空，这也会干扰营养吸收。一个真实案例，我们社群中的一位成员，68岁的建国大哥，每天在饮食中加入一把又一把的南瓜子，以为这能帮助他保持强壮。几个月内，他胖了将近5公斤12磅，主要都胖在肚子周围，并注意到血压升高。一旦他将摄取量减少到每周几次小分量，体重和不适感就开始缓解了。解决方案是分量控制。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每天1到2汤匙是最佳分量，这足以提供蛋白质、矿物质和健康脂肪，而不会让热量超标。将南瓜子搭配高纤维蔬菜或瘦肉蛋白食用，让它们更有饱足感且营养均衡，而不是直接从袋子里拿来当零食吃。请记住，南瓜子很强效，但它们应该是饮食中的补充，而不是主食。适量食用才能让它们发挥疗愈作用，而非造成伤害。南瓜子确实是大自然最强大的微型包裹之一，它们富含蛋白质、镁锌、抗氧化剂和健康脂肪，可以改善您的心脏健康、肌肉力量、消化甚至免疫系统。但正如我们今天所见，疗愈与伤害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连壳吃会让身体难以消化营养，不浸泡会让您错失镁和锌等矿物质。买到含有隐藏添加物的市售产品，原本看似健康的食品，瞬间变成了过量糖分、钠或防腐剂的来源。而对于那些有甲状腺问题、低血压或正在服用抗凝血剂的人来说，忽视这些错误可能会导致危险，甚至危及生命的并发症。好消息是，这些错误中的每一个都很容易修正。通过浸泡种子、妥善保存、适量摄取，并注意个人的健康状况，您可以将南瓜子变成真正的长受食物一种能为您的肌肉提供燃料，支持大脑、平衡荷尔蒙并保护心脏的食物。我们相信健康从来不是关于限制，而是关于智慧和觉察。当您了解了这些大多数人忽略的小细节，您就拥有了让食物为您服务，而不是伤害您的力量。南瓜子不必是危险的，它们可以是您在任何年龄保持强壮、充满活力和韧性的盟友。现在我们很想听听您的想法。您经常吃南瓜子吗？您是否注意到任何消化上的变化、精力的提升，甚至是副作用？欢迎分享您的经验。您的故事可能会帮助其他人避免付出昂贵的代价。如果您觉得今天的指南有价值，欢迎关注我们，以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我们致力于分享科学支持的健康见解，帮助您发现那些能让您在60岁以后活得更长寿、更强壮、更健康的食物、习惯和自然策略。您的健康之旅掌握在自己手中，让南瓜子成为您的秘密武器，而不是隐形的破坏者。